大家好，歡迎收睇今日嘅拉斯維加斯生活資訊站。今日主要新聞有：拉斯維加斯常規汽油價格正式突破$5大關；本市氣溫持續攀升，預計喺星期二達到90°C高峰；以及西北區一宗涉及盜竊車輛嘅嚴重交通事故，造成4人受傷。如果你想掌握更多深入嘅在地報導，請點擊訂閱並開啟小鈴鐺，讓呢一份內容持續製作落去。你嘅支持係我哋分享在地資訊最大嘅動力。首先關注生存與經濟資訊，拉斯維加斯山谷地區嘅常規汽油平均價格喺今日正式突破$5大關。同3月初相比，油價已經大幅上漲$1.35，使內華達州成為全美油價第3高嘅州份，僅次於加州同夏威夷。呢一項變動對本地依賴燃油與發電機運作嘅移動餐車經營者造成巨大壓力，部分商家由於利潤縮減，決定將價格上調5%至10%。與此同時，南內華達區域交通委員會 RTC 報告指出，由於高昂嘅油價，公共交通嘅乘客量較上月增加咗大約8%。喺氣候方面，拉斯維加斯本週末迎嚟顯著升溫，今日最高氣溫將會接近84°C，聽日預計升至85°C，而星期二將會觸及90°C嘅高峰。呢一個係今年首次接近90°C嘅高溫，氣象部門提醒居民必須注意防曬補水，並留意寵物同兒童喺戶外嘅安全。隨住高溫臨近，南內華達衛生局 SNHD 亦都宣布，將從明日，即係星期一上晝7點半至到9點半，喺280 South Decatur Boulevard 提供免費嘅消費品鉛含量檢測。居民可以攜帶玩具或者餐具進行快速篩查。此外，隨住2026年州長選舉臨近，有關大型科技公司喺本州擴建數據中心嘅爭論成為焦點。支持者認為能夠帶動就業，但反對者就擔憂喺乾旱嘅南內華達州消耗巨量冷卻水，會加劇資源短缺。接住轉向社區與交通消息，西北區杜蘭歌路 Durango Drive 發生一宗涉及盜竊車輛嘅警匪追逐案，最終導致嚴重交通意外。一架被盜嘅2018年現代 Elantra 高速撞向一架2025年現代 Santa Fe 後，再衝入圍牆同埋公交站，造成一名61歲女性駕駛者輕傷。而盜竊車輛內嘅3名青少年傷勢嚴重，其中一名14歲男孩生命垂危。此外，北拉斯維加斯亦都發生一宗槍擊命案，警方喺市中心附近嘅居民區發現一名男子中彈身亡，目前尚未逮捕任何嫌疑人。針對近期校園暴力事件上升12%嘅情況，克拉克縣學區 CCSD 正式啟動一項旨在培養學生共情心與情緒管理嘅課程。學區心理健康部門將重點教導衝突解決技巧，並且再次強調 Safe Voice 匿名舉報系統嘅重要性。喺 Henderson， 一名28歲男子承認於佢嘅女友準備搬離合租公寓嘅時候，將佢嘅刺殺超過20處。該名男子已同檢方達成2級謀殺認罪協議，預計將會喺5月6號面臨至少10年至終身監禁嘅刑期。喺交通工程方面，Boulder City 以南嘅95號公路將開始全天候車道縮減，以進行路面修復，預計延誤時間達30分鐘。北拉斯維加斯大道亦都正進行基礎設施升級，未來2週會頻繁出現不對稱車道縮減。最後關注體育與休閒動態，拉斯維加斯市中心呢個週末熱鬧非凡，知名製作人 Marshmello 喺市中心活動中心舉行大型演出，吸引數千名樂迷。
同時，年度秀迷會 Furcon 佐里奧酒店 Rio Hotel 火爆登場，估計有超過5000名嚟自全球嘅愛好者着住精緻嘅秀裝參與，強調自我表達同包容性。經典百老匯音樂劇《修女也瘋狂》今日晚間8點亦都喺 Pearl Theatre 上演。拉斯維加斯旅遊部門近期發佈咗一份有趣嘅 Google 搜尋清單，顯示遊客最常問嘅問題包括喺拉斯維加斯可以合法騎駱駝翻班嗎？以及大道上嘅埃菲爾鐵塔係咪真實？而喺文化方面，本地波斯社區喺拉斯維加斯西部社區中心舉行咗諾魯茲節慶祝活動。儘管受到家鄉局勢影響，社區成員仍然透過傳統佈置表達對和平嘅祈願。對於喜愛戶外活動嘅朋友，春山 Spring Mountains 正喺招募志願者，喺4月25號進行垃圾清理。此外，史密斯中心 The Smith Centre 亦都宣布將會喺9月舉辦《捉鬼敢死隊》電影現場音樂會。希望以上內容能夠幫助你更好規劃喺拉斯維加斯嘅一日。請記得點讚、分享並且訂閱本頻道。我哋聽日再見。